灵溪阿跋多罗波经，老宋九那跋多罗译。灵溪阿跋多罗波经原题，一切佛语心品第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南海边灵溪山顶，种种宝华以为庄严，以大比丘精及大菩萨像具，将彼种种一佛出来，是诸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，神通游戏。大非菩萨摩诃萨利为上首，一切诸佛手观其顶，自心现境界，善解其意，种种众生，种种心识，无量道门随类普现，以我法自性，识二种无我，究竟通达。尔时大非菩萨以摩地菩萨具有一切诸佛刹土，成佛心力，将这离起偏袒游经，游戏速地合众恭敬，以其赞阅。世间离生灭，犹如虚空花，敌不得有无，离心大悲心。一切法如幻，远离以心识，敌不得有无，离心大悲心。远离以断常，世间行如梦，敌不得有无，离心大悲心。敌人法无我，烦恼急泥焰，常清净无相，离心大悲心。一切无涅盘，无有涅盘佛，无有佛涅盘，远离各所觉，若有若无有，是离识故离。摩尼即净观，是即远离性，是名为不处，今世后世净。尔时大非菩萨记赞佛语，自说姓名。我名为大非，通达以大乘。今以182永驻尊中上，世间界之事，闻彼所说记，观察一切众，各诸佛子言：拟定诸佛子，今界之所闻，我当为你说。自觉之境界。尔时大非菩萨摩诃萨成佛所听，顶礼佛足，合众恭敬，以其问曰：云何净纪念？云何念经中？云何见持行？云何行经中？何故插土化？上及诸外道？云何无所欲？何故名无受？何故名佛子？解脱至何所？谁白谁解脱？何等禅境界？云何有三乘？为愿为解说。缘起何所生？云何作所作？云何其益说？云何为正着？云何无色定？急以灭正受？云何为相灭？何因将定觉？
分合所作性，正气急其心；分合现分别，分合成诸地。破三有假邪，何处新分合？往生何所至？分合最胜主。何因得神通？急自在三昧。分合三昧心，最胜为我说。分合名为宗，分合以急色。分合生以灭，分合见以还。分合为种性，非种即心量。分合见立相，急以非我意。分合无众生，分合世俗说。分合为断见，急相见不生。以下列说：逆时大会菩萨摩诃萨，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色有几种生住灭？复告大会：诸色有二种生住灭，非数量所知。诸色有二种生，为流注生及上生；有二种住，为流注住及上住；有二种灭，为流注灭及上灭。诸色有三种相，为转相、业相、真相。大会列说有三种色，讲说有八相，何等为三呢？为真色、现色及分别事色。大会譬如明镜，持诸色相，现色处现，亦复如是。大会现色及分别事色，处良坏不坏，上典转因。大会不思议分及不思议变，是现色因。大会处种种尘及无数妄想分，是分别事色因。大会欲复彼真色，种种不实自虚妄灭，即一切真实灭。大会是名相灭。大会相色灭者，相色所因灭，即相色灭。所将灭及所缘灭，即相事灭。大会所以者何？是其所依故。依者为无数妄想分，缘者为自心见定色境妄想。大会譬如泥团微尘，非益非不益，今庄严具，亦复如是。大会若泥团微尘益者，非彼所成，离实彼成，是故不义。若不义者，即泥团微尘应无分别。如是。大会转识踪识真相，若义者，踪识非因；若不义者，转识灭踪识。
应灭，你自真相是不灭，是故大非。非自真相息灭，但业息灭。若自真相灭者，众色即灭。大非。众色灭者，不宜外道断经议论。论议。大非。彼诸外道作如是论，为摄受境界灭，色流自亦灭。若色流自灭者，无事流自应断。大非。外道说流自声音，非颜色，色名即会离性，竟有异音。大非。彼音者说言，若色妙，若舒服，若自在，若时，若未定。复处大非。有七种性自性。所谓即性自性、性自性、相性自性、大种性自性、因性自性、缘性自性、成性自性、